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培训机构爆雷。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又一家培训机构黄了。这一次爆雷的是哪一家呢？是知名的医疗行业头部教培机构，叫金鹰捷。新闻周刊报道说，5月24号晚上，知名医考教培机构金鹰捷创始人赵宏峰被自家员工堵在了办公室。当天，员工们发现自己4月份的社保还没交纳，公司关于招生、财务相关的数据也被冻结。同时，老板马上要跑路，公司有价值资产将被打包卖掉，且收购方不承担任何负债等流言传出。一怒之下，员工们聚集在一起，要求赵宏峰结清拖欠的工资。在多位行业人士眼中，金鹰捷医学是国内规模最大医学类综合教育机构。据公司宣传手册介绍，其在全国拥有500多家直营和合作连锁机构，年服务学员200万人，这可是一个庞大的教育连锁机构，医疗行业首屈一指，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医学服务产业链，最终实现大教育、大医疗、大健康为目标的战略蓝图。结果爆雷了。庞大的职业教育赛道中，医考占据的比重虽不大，但却很稳定。国家医学考试网发布的这个通知显示，2024年共计59万余名考生参加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再加上护士、药师等考生人数，撑起一个行业并不算难。说事实上，多名员工都向中国新闻周刊坚称，金鹰捷此前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虽然欠薪、不按时发放工资等行为持续了数年，但由于招生还算顺利，且社保按时缴纳，老板也一直承诺会解决问题，因此许多员工依然继续上班。从国内头部到突然爆雷，金鹰捷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教培机构爆雷是不是越来越多啊？前几天咱们还介绍了国内最大的这个篮球教培机构也是爆雷了，今天是医疗行业头部也爆雷。我们看看这个新闻周刊怎么说的。他说，为了讨薪熬了2天2夜。他说，一想起在金鹰捷待了5年，刘欢就懊悔不已。为什么现在才反应过来？2020年下半年，刘欢从另外一家培训机构跳槽到金鹰捷，并负责招生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公司经营困难的迹象其实很早就开始显现了。首先是延迟发放工资，且不足额。金鹰捷的工资制度为每月15日发放上月工资，但实际上15、20、25一系列往后拖延的时间都有可能。一名金鹰捷人力资源部门前员工还透露，由于公司财务一直由老板亲戚兼任，作风相当随性，每个员工每月拿到钱的时间和比例都可能不同，招生提成也有拖欠。据刘欢介绍，金鹰捷的提成结算制度，每月发放70%，另30%等到年底发放，但从2021年开始，老板和财务部门一直借口拖延，导致其每年底积压待发的部分提成至今仍未拿满，那到现在还欠着以前的这个提成绩效。说高级管理人员亦未能幸免。一名公司前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去年8月份入职，合同薪资水平较高，每月超过4万，那年薪将近50万呢。他说，可自去年10月起，薪资就一直发放不全，自其今年4月离职时，已被拖欠了欠超过20万元。结合金鹰捷多名员工说法，欠薪现象在公司内十分普遍，根据职级等个体情况的差异，不同员工被拖欠的薪资从几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总金额估计2000万元左右。那到现在他虽然已经爆雷了，但是欠薪2000万，这种拖拖拉拉的状态持续了数年，直到5月中旬，实在是扛不住了，爆了。5月20日，金鹰捷口腔教育研究院院长赵清乐公开发文，表示即将离开公司。此前，赵清乐作为公司管理层之一，曾带领老师向赵宏峰，就是创始人呢、老板呢，讨要课酬，被不少员工视作主心骨。在刘欢看来，赵清乐的离去成为压倒员工们最后一根稻草。5月26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金马大厦 B 座22层的
金鹰节总部发现，赵宏峰、员工、警方、相关部门等多方之间谈判已经持续了2天2夜，数十名员工挤在谈判室外等候结果。因为担心老板趁人不注意时跑路，整个周末员工们都聚集在办公室，不愿离去，轮流上阵与之谈判。其余人就在工位上休息，相当于变相轮流看守着老板。说都在熬，老板账户上没有任何资金，车和别墅都不是自己的名字，银行卡也处于冻结状态。刘欢无奈地说道：“还欠着我们好几万元电费没交。”金马大厦一名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你还欠着房租和物业费呢，还欠电费，爆得够彻底的。”蹊跷的暴雷，金鹰节走到这一步，着实有些令人意外。毕竟其在医考教培领域也算得上是第一梯队。那么金鹰节它这个业务范围不仅有医师考试，还有护士、药师培训，也就是他在医疗行业基本上触角真的到处都是，总规模加起来不小。根据国家医学考试网数据，近5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的报考人数均在50万人以上。另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和相关数据，2024年度职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全国超83万人报名。2025年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职业资格考试中，河南考生人数达到了19万人，占据了全国考生总量的8%。按此计算，全国考生人数可达243万人。这个新闻周刊说，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薪资发放连续多年有问题，但员工仍坚持上班的原因。公司信息平台运维人员和多名高管对中国新闻周刊确认，金鹰节在招生经营方面一直正常，学员每日新增注册量平均近1000人，每天进账我们看到都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元，每天进账，那现金流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工资发不了呢？除此之外，公司仍在高薪对外招聘高管，并举办大型市场活动。公开信息显示，去年10月，由北京金鹰节医学教育集团、北京医生医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和医生人才网共同举办的中医智慧发展与人才服务创新论坛成功召开。它根本不存在经营不下去，我已经在这里5年了，如果没有客户，没有业绩，我一直待在这干嘛呢？一名负责招生的老师说。也就是这些员工认为公司是有钱的，这个每天都有这么多进账，那钱去哪儿了呢？既然招生经营都不是问题，金鹰节为什么还会经营不下去？难扩大的细分市场。关于金鹰节的暴雷，说员工们猜测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创始人赵宏峰转移资产，不少金鹰节员工认为老板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筹划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不过这一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第二是为还钱给投资人，导致公司流动性枯竭。据金鹰节副总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刘广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金鹰节欠中医所有老师课酬约200万元，欠所有临床老师的课酬350万元，欠所有口腔老师课酬90万元，欠员工、校长及各高管工资约1000万元。此外，还欠学员价值500万元左右的课程未能按时交付。计算下来，仅需2000万元左右就能解决金鹰节目前的困境。而近2年金鹰节营收每年都在3亿元左右，凑出这笔钱按理并不困难。但由于赵宏峰盲目自信，没有任何危机意识，3年内优先还了2个资方总计4000万元，但凡留1000万元做应急备用金都不会这样。刘广鹏进一步指出，而在金鹰节暴雷的背后，看似蓝海的医考培训市场至今仍无全国性品牌出现。据艾瑞咨询统计，2020年中国医药及大健康培训行业市场规模46亿元，近年规模虽有所回升，但仍仅处于50亿元左右水平。据相关研报，2024年中国公考市场规模300亿元， K12 教育市场规模超1000亿元。比起来，医护及大健康培训市场显得十分袖珍。之所以在资本多年助推下，市场扩张仍未见成效，业内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有2：回报有限和细分科目太多。特许经营专家李维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K12 和公考的热度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前者注重提分升学，后者直接帮助就业，拿到体制内的铁饭碗，且得分越高越容易被录取，因此考生对于提分的需求相当强烈。相比之下，
执业医师、药师等职业资格考试，考上了也不一定能就业，且分数及格即可拿证，61分和100分没有区别。综合考虑下，考生及家庭的投入意愿自然就降低。李维华解释道，医学细分科目众多，导致培训产品难以标准化。目前我国医师资格考试共有24类，其中主要包括临床执业、临床执业助理、临床执业乡镇助理、中医执业、中医执业助理、中医执业乡镇助理、中西医执业等等。金英杰集团的品牌手册中显示，公司设立的学科教研室有16个之多，科目多，专业门槛高，因此无法快速复制，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在每个细分条线中，学生付费都更认老师，而非认机构。刘广鹏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年来赵宏峰一直尝试在进行去 IP 化，激发了包括赵庆乐在内的名师群体的反弹，也是令金英杰最终分崩离析的导火索之一。5月26日，人民医学网发布一则盖章声明，写道：对于所有在金英杰报购课的学员，人民医学网将为您提供平替课程，真诚欢迎经某节有责任、有正义感的老师联系我们，加入我们，您将拥有一个稳定的教学平台，继续发挥您的专业优势，为学员们传授知识。那也就是反水，也就是金英杰的以前的老师挖墙脚了，不仅挖老师，还挖学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然而，在被欠薪的员工眼中，对方只不过是想趁机吸收金英杰的学员、老师、数据等有价值资产。至于拖欠的债务，则并不愿意过问。中国新闻周刊致电人民医学网进行核实，对方表示相关信息不便透露。5月27日，刘欢发信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判唯一得到的成果是缴纳了员工们4月份的社保。为了讨回薪水，员工们决定发起集体仲裁，预计将于6月19日开庭。又一家培训机构爆雷，最近雷声有点密集，不论是什么行业、什么原因爆的雷，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钱去哪儿了？实际上所有的爆雷都一样，没有新鲜的，就是进的钱比出的钱少，小斗进大斗出，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一个水池子，2根管子，进水的管子水流小，出水的管子水流大，假以时日干了都会爆雷。最近济南的比亚迪最大经销商爆雷，前几天这个教培机构、篮球连锁培训机构爆雷，这2天那个家装行业啊，叫什么住贩儿爆雷，都一样。从这个特征上看，都是现金流枯竭、资金链断裂爆雷。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内卷加剧，大家赚钱都不容易，那就卷到极致。当这个行业开始卷的时候，刚才新闻周刊已经说了，医疗培训这个行业它是比较袖珍的，每年的盘子只有50亿，能有多少家机构在里面卷？甚至还有别的行业的培训机构，它也涉足医疗行业，因为大家都日子不好过啊，那就我就抢你的地盘了。蛋糕只有那么大，而且蛋糕还在萎缩，大家竞争加剧，那些底子弱的、管理差的、成本高的，他就被淘汰，他的招生越来越少，因为他的学员被别人抢走了，卷嘛，内卷只要一加剧，这个行业的很多企业就要倒闭，就要爆雷。所以本质上是内卷，医疗行业内卷，因为它体量小，所以我觉得它的内卷主要是受大环境影响。所以这么看，各行各业由于内卷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它抵抗力差，它的底子薄，抗击打能力弱，抗压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弱，都会爆雷。在一个萎缩的存量市场不断的萎缩，它跟那个篮球机构爆雷还不太一样。篮球机构爆雷，它虽然也有市场份额，这个市场在萎缩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家长没钱了，家长不想在这些无所谓的、没什么意义的上面花更多的钱，也就勒紧裤腰带。医学培训还不一样，毕竟你考个资格证的，它是要考试的，它是毕竟不是玩儿，所以说这一块你说人数下降，它没有下降，你毕竟要考个资格证，就很多人就要去培训，所以我认为它的爆雷主要是竞争加剧，有点像汽车行业，这个产能富裕，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市场又没有增加，所以大家只能打价格战，肉搏，你不降价我降价，谁不降价谁倒霉。所以大家都嘴上喊着不降价、不内卷、不要无序竞争，但是私底下那是五花八门，什么手段都用，本质上还是要降价。关于培训，随着教育行业，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到教育行业，实际上是未来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的人数在下降，新生儿出生率在下降。今天正好是高考第一天，我看了一下报道，今
今年是第一次高考人数在下降。如果从2020年算起，就是口罩期间，从那儿开始算起，咱们人口是一直在下降的，新生儿出生率就出现了拐点下降。随着这批小孩在不断的成长，他们以后是幼儿园的主力，是1年级小学的主力，初中、高中考大学，他们毕业了之后也要培训、考研、考公、考医师，这种进入培训市场，他们就是主要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在萎缩啊，一年比一年少。那你说市场难道不要洗牌吗？市场怎么能容得下这么多教培机构呢？所以教培机构暴雷太正常了。连老师，好多人不已经算过了吗？到2035年，就10年以后，老师都多了200多万。所以跟现在这些新生儿出生率，就跟现在的新生儿出生率挂钩的这些行业，未来都是在走下坡路，都是一天比一天难过，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在前年直播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这个态度，我是建议学医的、学老师的、师范大学的，如果你还在上学，那你趁早改行，等到你一毕业，你还当老师，你未来这2年的你一直在走下坡路，你这压力越来越大，这行业在走下坡路，你为什么选个这样的行业？所以说，如果你是正是师范大学的学生，现在改还来得及，一切都没有定型。对那些当了2年、3年老师的，改行也来得及。比较痛苦的是那些当了10年老师的，你说让他改行，不是说你跳到私人那个什么培训机构接着当老师，是说你不做老师这一行，甚至就不做跟人口直接相关联的行业。很多网友应该听过。你看现在我知道还有一些人现在在教培机构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这个趋势就是教培机构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难，都会呈现出每个月付出多收入少，最后扛不住暴雷。连幼儿园都在暴雷嘛，对吧？你看看身边有多少幼儿园关门，如果这个趋势还看不出来，那你反应太迟钝了。当然你已经在教育行业干了10几年了，那你只能耗到退休。对于家长来说，对这种培训机构要小心。你交钱之前，一般都会让你交一笔钱，千几万不等。交钱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要做好他可能要跑路、暴雷的准备。想方设法的要在网上找一找、打听、搜集一下情况，他的资料，看看这家企业有没有欠薪，有没有员工在讨薪。你不要看他的宣传资料，对吧？你还是要尽可能的背景调查一下，要对自己的钱负责任。这里我重点要说的是员工，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你在教培行业，现在是在这个暴雷的风口上，还是在其他的行业，你只要你们公司工资发放不正常，说好了15号发工资，拖到20号，拖到25号，甚至拖到下个月，只要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骑驴找马。对你来说很有可能会损失1个月、2个月的工资，因为他很多什么，有的企业设计他就这么设计的，他把你前面的钱拖着到后面发，让你走也走不干净，走不痛快。去年的这个绩效到6月份才发，或者到年底才发，就很多人都这么设计，让你要走你会损失一笔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旦你的企业现金流出了问题，发工资不能及时，你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不要在这耗。很多人走非要跟这个企业耗，企业走下坡路了，最后就是暴雷，你跟他耗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你一旦发现它不正常，马上就骑驴找马。什么叫骑驴找马？你就先不要急着辞职，你赶紧找工作了，那儿一找到工作，这边就辞职，就到新的企业上班，人家工资能正常发。你跟这家企业，那你就要求他把你的所有的欠薪要给你发完，你辞职欠薪应该给你，他不给就仲裁。千万不要说我在这耗着，耽误的是你的时间。一旦一个企业连工资都不能正常保证，说明他快了。千万不要说我跟这个企业共患难，对吧？如果你要选择共患难，那你就不要维权。随着经济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都有暴雷这个现象，而且暴雷是无处不在，你很有可能就赶上了。无论你是以什么身份赶上的，对吧？如果你是员工，如果你是客户、消费者，对吧？都要做好应对。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员工，你应该有所察觉，他不可能在暴雷之前没有任何这个异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要一发现有问题，马上就要选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更加玩命的叫助纣为虐啊！有的人不是专门招生负责销售的吗？这企业越不行，他越拉人，你拉的人越多，暴雷的人受害者就越多，你造的孽就越深，人家找你，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客户保障啊！很多人掏钱是因为冲你，觉得你值得信任，结果钱一交，这暴雷了，导致本来是消费者跟这个培训机构跟这个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转化为消费者跟你跟员工之间的矛盾，甚至变成民事纠纷，吃上官司，这个都得不偿失。作为消费者也一样，刚才说了，你把你这笔钱交出去，你先心里掂量，你交出去之后，他可能就暴雷了，你能不能承受？如果能承受，你就交；不能承受，那你就得
得想办法要去进行调查。总之，现在这个雷是一个接一个，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量市场它就是这个特征，大量的企业在等着倒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